大家好，歡迎翻嚟 Watson Sour。上集講到智利呢一個風格多樣而且 CP 值極高嘅新世界產區，咁今集咧係時候同大家介紹翻當地嘅美酒。咁今集米酒煲系列將會介紹8款智利酒，咁當中包括智利最 iconic 嘅酒、Age Release、新興產區美酒等等。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智利無疑係新世界最出名嘅葡萄酒產區之一，當中最出名嘅產區相信就係 Central Valley 啦。呢一度嘅子產區 Maipo 出產過酒王 Almaviva， 而最出名嘅葡萄品種咧就係 Cabernet Sauvignon。咁呢一支 Marquis de Casa Concha Heritage 係一支 Bordeaux Blend， 咁佢嘅葡萄咧就嚟自 Mariscal Vineyard， 受安第斯山脈嘅冷空氣影響而成為 Maipo 最凍嘅位置。葡萄成熟得慢，令葡萄酒嘅香氣特別集中，咁果香厚實飽滿，高比例嘅 Cabernet Franc 更帶嚟清新嘅感覺，優雅得嚟就帶點大地氣息添。同樣位於 Central Valley 嘅子產區 Cachapoal， 呢一度嘅海拔高達1000米，一樣受到安第斯山脈嘅冷空氣影響，令果實可以慢慢成熟，咁帶出更加多嘅風味。喺呢一度有一間好低調嘅精品酒莊叫做 Aristo， 咁佢係由3位大師級人馬成立，咁其中一位咧就係鼎鼎大名嘅 Louis Michel Legendre， 出產 Burgundy 風格嘅 Chardonnay。呢一支 Ducasse Chardonnay 嘅葡萄種植於1993年，面積咧就僅2公頃嘅啫。經24個月法國橡木桶陳年，口感飽滿，味道複雜。咁莊主 François 非常自信地表示，佢可以同 Burgundy 嘅乾枯相提並論。咁大家絕對要一試啦。新興產區方面，位於智利較北位置嘅 Limarí Valley， 咁以出色嘅 Pinot Noir 同埋 Chardonnay 打出名堂。咁呢一度氣候涼爽，仲有石灰岩，咁令葡萄酒嘅礦物氣息更加突出。酒莊 Armenia 由智利葡萄酒巨頭 Cocha y Toro 成立，佢嘅 Quebrada Seca 葡萄園咧就係位於 Limarí Valley。呢一度嘅 Pinot Noir 散發住黑莓、覆盆子、薰煙草嘅香氣，口感緊緻，單寧咧豐富有力。咁呢一支酒咧超過 50% 咧，更加係用咗 whole bunch fermentation， 咁所以咧就會更加優雅啦。另一間酒莊 Reta 嘅 Chardonnay 都係嚟自 Quebrada Seca， 咁葡萄藤種植於1993年啦，係 Limarí 其中一個最老嘅 Chardonnay Vineyard， 經布根地橡木桶陳年，酸度清新，有住葡萄柚、檸檬皮、粉筆同煙燻嘅風味，仲有唔錯嘅陳年潛力添。再新啲嘅，仲有喺南邊嘅 Malaco Valley， 咁呢一度因為火山土而吸引咗唔少洋酒師，咁其中最引人注目咧就係 Francisco Batik， 咁佢曾經主理 Don Massimiano、Kai、Senya、Chadwick 等等嘅代表作。由佢成立並且主理嘅同名品牌 Batik 就以親民嘅價錢帶嚟精彩嘅作品。咁佢注重以低干預嘅釀造方式展現風土特色。呢一支 Pinot Noir 嘅花香同埋士多啤梨味突出，仲有淡淡嘅礦物氣息同埋香草味，非常之特別。咁限時會員優惠價只係180蚊啫。如果你中意涼爽氣候嘅葡萄酒，咁你係呢一支咧更加唔可以錯過啦。San Antonio 係智利產區入邊最近海嘅區域，咁呢一區嘅葡萄酒最大嘅特色咧就係花香明顯，酸度亦都會比較高，仲帶一啲礦石嘅氣息。咁位於呢一區嘅 Casa Marina 係智利唯一擁有自己法定產區嘅酒莊。呢一度氣候涼爽，但又有地中海嘅燦爛陽光，咁令佢嘅氣候咧同鄰近嘅地區截然不同。呢一支 Miramar Riesling 係佢哋嘅精品系列，有住青檸、rosemary 嘅氣息，展現沿海葡萄酒優雅嘅特色。而家用100零蚊就可以感受到。講咗咁耐高 CP 同新興嘅產區啦，但係智利咧其實亦不乏有歷史嘅世界級靚酒，有份釀造智利酒王 Senya 同 Chadwick 嘅 Erasures， 亦係出品 Don Massimiano 同 Kai 嘅酒莊。La Pizarra 係佢哋近年最創新嘅 project， 旨在展現 Aconcagua Costa 嘅風土。玫瑰、車厘子、松露，仲有優雅嘅甜香料同雪松香氣，層次極佳。咁單寧咧就帶少少粉筆感。咁呢支酒咧就獲得 Jam Second 嘅98分，而家優惠價只係賣550蚊啫，咁千祈唔好錯過啦。另外 Montes 呢支 Purple Angel 亦都係智利最 iconic 嘅葡萄酒之一。咁奠定咗 Cabernet 喺智利嘅地位。呢一支2016年嘅 Vintage 係2024年嘅 Age Release， 散發住成熟嘅紅色同黑色水果香味，仲有法國橡木桶帶嚟嘅黑朱古力同咖啡味，完美咁展現咗 Cabernet 嘅特質。一樣獲得 Jam Second 98分，咁 age 咗10年都只係600蚊啫，非常之抵飲。
今集米酒報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大家記得去門市或者點選下邊嘅連結買酒。咁下一集咧，我哋將會介紹另一個大熱嘅舊世界產區。咁想知係邊一個咧，就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咁留意我哋接下來嘅精彩內容，我哋下集再見，拜拜。